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8月9号。這一期咱們繼續聊一聊社保。為什麼聊社保呢？最近網上網友留言，還有這個熱搜很多都是關於社保的。關於社保什麼呢？最近叫社保，有很多網友發現很多公司已經要補交過去的社保。現在要增加社保繳費那個基數，叫夯實。怎麼叫夯實呢？以前很多公司是按最低那個社保基數交，但是現在不行了，必須要按你實發工資來交。很多企業實發工資比社保基數那肯定要多。你按社保基數交，那企業肯定就少交了，個人也少交了。現在呢，要求你这個企業和個人要按照實發工資交，大概這個意思叫夯實社保。正好這個財新週刊它的封面報道就叫夯實社保。我們來看一看文章說他說最近半年社保基數夯實正在多地抓緊落實。他說不少企業財務以及 HR 反映稱，收到稅務部門通知，發現其單位的社保繳費基數與個稅工資不匹配，存在未足額申報繳納社保費的風險，要求盡快自查調整申報，夯社保繳費基數。按照規定，社保繳費基數按照當年上一年城鎮非私營單位和私營單位加權計算的全口徑就業人員平均工資核定，在此基礎上，繳費基數上下限分別為基數的300%和60%。如果一名員工的上年月平均收入在此之間，就以實際工資做基數記住了如果你的工資低於那個社保繳費下限的60%，這個60%這一檔那你就得按60%交，你少了可不行，多了就按實際的交，但是多太多也不行，也很多人就不理解了繳費基數上下限，假設我們說基數是1萬嘛，咱們舉例子1萬，那麼這個基數上限就是3萬，下限就是6000。你的工資如果落在這裡面，那就按這個範圍，按你的實際工資交，對吧？你的工資比如是2萬，那就按2萬交；如果是7000，就按7000交。那有人就说了，我的工資是5000怎麼辦呢？不好意思，你得按6000交。那有人说了，我是企業高管，我月薪12万，那怎麼辦呢？那也只能按3萬交，你可不能按12万交。那國企的很多董事長，国企的很多高管，对吧？還中金那些券商，对吧？金融機構的人家工資動不動就一個月就超過3萬了，那你不能按你那個10萬、20萬交，因為你那個交，實際上國企、央企你交的都是大頭的錢，個人得好處，就這個意思就是那你想多交其實也不行，想少交也不行。所以說如果工資低於或高於該範圍，分別按照下限和上限繳費。既往關於社保繳費不實的核實稽查，一是靠職工自己舉報或申請勞動仲裁，二是人社和稅務部門按照一定比例每年定期對企業隨機抽查，是吧？今年許多企業直接收到稅務部門的短信和電話，向其預警風險。一個名為社保夯實率或基數夯實率的指標要求被頻繁提及，一指該單位的社保實繳基數應占繳基數比例需要達到一定的標準。我理解的他這個通知要求，比如說你現在實繳率只有60%，他也不是讓你一下就達到100%，讓你逐步提高到100%，就這意思。那你先達到80%，這是地方稅務部門直接給企業發通知。現在社保是由稅務部門來徵收由地方稅務局及人社部門人士向財新證實，今年以來對社保繳費基數的執行總體出入嚴格。這個大家也知道那肯定是社保這一塊要加強徵收因為現在很多年輕人脫保斷保，有的人交了幾年，現在對吧找不到工作，他就斷保了。有些人換了個工作，他也斷保了，因為現在工資低好多企業的吧，在社保這一塊它不是那麼規範。我前一陣子有節目說的吧，有5000萬人已經脫保，
所以這個社保部門啊就加大徵收力度。那麼財新網另外採訪了10餘家用人單位，並以企業名義諮詢多地稅務部門，也就是財新網對很多企業啊，還有各個地方的稅務部門進行了這個採訪或者諮詢，涉及全國10個省份不同地區，各地推出社保基數夯實的指標。這個夯實不是說一下就夯到100啊，100%，而是從60%啊，從現有的狀況先夯到80%或者70%，再夯到90%，再100%，這麼一個過程，速度不盡相同，多要求在3至5年內實現全額實繳。就今年而言，需要達到的夯實率從65%到100%不等，其中上海、江蘇、湖南、廣東、四川等地都有用人單位被要求在年內達到90%或以上。社保徵管職責自2019年以來陸續劃轉至稅務部門，近年來徵收申報流程逐漸交接完善。那麼財新網說啊，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2024年11月在一個報告中提到啊，他說按照最低繳費基數，這個最低繳費基數各個地方基本上就是社會平均工資的60%啊，按这個最低基數繳費的情況普遍存在。報告強調啊，繳費基數不實既影響社保基金的可持續性，也將拖低未來養老金水平，損害參保人的權益。社保基數調整牽一髮而動全身，怎樣兼顧社保合規與企業減負？這是財新網說的。實際上啊，按照最低繳費基數交費的，這個應該是主流吧？這還算好的吧，因為很多他不交啊。大家還記得吧？去年是什麼時候出台一個傳言是吧？說所有的這個餐館都要交社保，如果不交的話，那員工這一舉報，那麼稅務局就要罰你，然後如果你去打官司，法院還判你輸。是去年吧？後來這一下在網上就鬧起了很大的一個風波啊。說明什麼呢？至少說明很多人其實還沒有社保，很多企業也不交社保。所以如果按60%交社保的，那算是正規单位啊，算是还是不錯的。但是我說正規單位不是国企，還有不是編制啊，人家國企有編制的，人家都是實繳，甚至想多繳，因為畢竟交的越多，以後個人得獲益就更多。那麼財新網說啊，各地開抓夯實率。7月中下旬，上海一家微型軟件公司人事總監喬峰收到財務同事轉來了一條短信，內容是本年內需將社保繳費基數提高到上年工資的90%，他們與稅務部門交涉，解釋將盡最大努力調整，最終達成今年必須達到70%夯實，從60%對不對？提高到70%了。對於這家10幾人規模的公司來說，預計1年增加50萬元人力成本。華岩是一家大型商品流通企業的財務負責人，企業在1線城市和內陸城市有分公司。此前公司社保繳費基數最低啊，比最低基數稍微高點，但是只占他實際工資的40%到50%，也就是他們公司工資還挺高的，但是社保交的不實。今年2季度，華岩收到多地税務局通知，要求公司在今年內將夯實率提高到80%，5年內達到90%。一家總部在北京的集团企業行政人員表示，此前公司的實繳基數占印發基數的比例啊，在60%到70%，也就是在最近，全國多地分公司中有3家被税務部門抽查社保基數，員工規模分別從1名啊，只有1個人的這個公司到10幾名，到近300名不等。也就是啊，稅務局抽查也不是說必須是達到多少規模的人，它是隨意的，有可能是你公司就報了2個人，那他也抽查；你公司是300人，他也抽查。其中位於上海的一家被通知的稍早，要求夯實率7月底前達到95%。位於北京的分公司在於7月下旬的一個周初收到稅務專管員通知，要求在當周周五就整改完畢，達到100%實繳。你看看，
就各地啊这個進度還不一樣，要求不一樣，但是總體上都是迫在眉睫，快馬加鞭。說財新網說啊，這場全國範圍內的社保夯實行動已開展了近半年，一些地方早在今年初就收到通知。山東一家批發業務公司財務人員告訴財新，公司員工規模100人左右。那麼一個100人的公司，社保夯實之後，每年成本會增加多少呢？對企業來說啊，說白了就是你企業是交16%嘛，個人交8%，那企業多交，個人也得多交。這家公司啊，員工是100個人，以前呢都是按山東省最低基數繳費啊，我剛才說了嘛，這個才是普遍現象。而且像這種公司還算好公司啊，給你解決五險一金啊。山東的最低基數多少呢？是4504塊一個月，就按這個基數交。而今年1月底，公司就被稅務局約談社保基數問題，經溝通後要求2020年公司的社保基數要達到上年工資的65%，5年內要達到100%。該財務人員稱，如完成達標，估算每年將新增成本100萬元。實際上很多人可能不做財務的不知道啊，稅務局對你們公司情況其實了解比較清楚。隨着這個金稅四期啊，這些東西一出，因為你給員工發工資，稅務局那是有賬的，發工資你要發現金，對不对？走賬。現在走賬，金稅四期一出啊，你走賬是越來越規範，越規範，你給稅務局報的，你說我今年發工資發了1000萬，好，你的員工多少？人家一算，你平均工資大概多少一個月，是吧？而且你甚至都有那個明細的啊，稅務局很清楚。完了之後，他一個，哎，你社保才交多少啊？按理來說，你這樣的發工資啊，你社保就應該交200萬一共啊，但是你今年只交了100萬，那你少了。你給我承諾，今年必須要交到130萬，哎，給你就是這意思啊，就給你幾年時間整改，2年整改到位，就這個各個地方政府不一樣了。有的地方要求你今年就整改到位，有的說哎給你點時間。在財新採訪的10餘家用人單位中，其餘每家被要求在今年達到的夯實率指標都在70%以上。總之啊，說通俗點，你這個企業成本比去年要多了，因為你又要多交一筆錢。所以這個山東這家批發公司啊，哎，他100個人，他一年要多交100萬，公司多掏100万。那如果这個公司啊利潤還可以，如果一年你賺個2000萬，那你多交100萬還可以。這很多公司的吧，那個利潤都非常薄啊。這種批發業公司啊，能保持盈利就不錯了。你再掏個100萬出來，那這老闆恐怕就肉疼啊，公司就成了個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這裡還涉及到律師事務所啊，說江蘇一家律師事務所財務人員王林表示，今年5月中旬，他收到稅務部門要求調整社保繳納基數通知，當地司法局隨後組織了一次社保合規的會議，參與方還有區稅務局、人社局的相關領導。會上通知的要求是，今年社保夯實率達到70%左右，到2031年之前，整體達到90%以上。據他了解，省內有其他地市要求在今年內就達到90%。四川省成都市一家財稅公司人員告訴財新，其經手的一家當地科技公司達成的方案是，可以先初步將夯實率提高到80%，但今年必須進一步達到90%。此外，還要補繳今年前6個月的差額。你看看，補繳是最要命的。你說未來對吧？我按這個要求去交，這個還需要对吧？要點時間可以籌劃補繳。那你說你白的要掏一筆錢出來交出去，這個現金流就會出現問題啊。現在很多企業是在補繳。財新網說啊，各地指標存在一定差異，即便在同一個地區內也可能不同，顯示現階段要求存在彈性。在財新採訪的用人單位中，有3家來自山東同一地市，分別為批發業公司、律師事務所以及 IT 外包公司，對應要求夯實率在今年分別達到65%、70%、80%。什麼意思呢？也就是現在有的地方稅務局還是比較彈性的，也就是你還可以跟他談。說白了，稅務局啊，剪羊毛啊，也是看着羊來剪，真要
薅禿光、薅禿了啊，这羊死了，那也不行。财新网下面有说啊，税務局是盯着你那个利潤，你申報的利潤，他估計你能賺多少錢，完了之後讓你補繳或者是夯實，你多掏的錢不至於啊，把你利潤全部吃掉了，也就是給你還留點。一些地方要求將新基數調整到位即可，而有的還要求補繳過去的差額。這個我覺得補繳差額這個太狠了。財新網說啊，看起來根據不同企業規模、所處行業、經營狀況等有一定的靈活性啊。王林也提到，他在會上了解到的情況是，並非所有企業都會被通知立即調整到位，當地稅務局會參考單位上報財務報表中利潤情況。你看啊，也就是你要報你企業利潤，如果覺得實繳社保後還能有一些盈利，才會通知。你看看，也就是稅務部門已經看過了啊。如果把你這個你要一實繳之後你就虧損了，那就算了，放你一馬，或者讓你少繳點。總之，不把你兜裡所有的錢都給掏走，給你還留一點。說通俗點啊，一家集團企業人員告訴財新，其分公司員工規模從100人到3000人不等，其中在成都、重慶、長沙收到的夯實率協調後，你看跟稅務局還可以協調啊，到了80%出頭，也有個別公司需要今年就100%夯實，該人員補充啊，整體而言，3年內要完全實繳。那麼財新啊就問稅務部門啊，湖北省一地方稅務部門人員稱啊，向企業提供一段過渡期，2027年年底達到100%夯實即可，就明年年底啊。期間沒有明確的速度指南，對於差額也不會另行處罰。湖南省一地方稅務局人員在電話中回應，當地要求本年度社保基數應達到實際工資的90%，也就是你發1萬一個月，那你至少得按9000來交，你別指望着按6000交了，就是這麼個意思。一名華東地區人社部門人士向財新網表示啊，各地執行不一，沒有統一要求，因為經濟發展水準不同，不能一刀切啊。儘管各地收到通知的時間有早有晚，落實進度要求有別，但可以肯定的是，社保繳費基數夯實要求正在大範圍內落實。哎，這就是現在今年明年這趨勢，就是這趨勢。不管怎麼說啊，企業是不是壓力就大了，又多了一筆開支，又增加了。一名地方稅務局人士對財新表示啊，按照國家稅務總局下發通知要求，2026年以來對社保繳費基數執行總體出入嚴格，但是也會循序漸進，不會要求一步到位。多地人社部門也向財新證實，今年上半年以來由稅務部門牽頭的社保繳費基數落實工作正在開展。江蘇一地市人社部門人士表示，這項工作由國家統一部署，哎，不是哪個省哪個地方的啊，是國家統一部署啊。人社主要配合稅務部門前往部分行業和企業宣講。哎，那夯實社保，那企業怎麼辦呢？企業怎麼應對呢？企業會採取什麼措施呢？羊毛出在羊身上啊，企業會千方百計的把這個轉嫁到牛馬身上，因為企業它要賺錢呢，它要盈利啊。財新網說啊，目前用人單位未按員工實際工資繳費現象相當多見，不叫相當多見，這是普遍現象。我剛才一再說了啊，能給你交社保的公司是比較正規的，大部分人還沒有社保呢，對吧？只好去交靈活就業。財新了解到啊，他說北方某地市前2年大概有400萬職工參保繳費，按照最低繳費基數繳費占到40%，也就是大部分是按最低去交的，這個沒毛病啊。社保基數完全合規企業占比是34%，也就是只有1/3的企業是完全合規的，但仍有2/3的企業存在不同程度的基數不實，其中22.7%的企業統一按當地基數下限繳納社保，25%的企業按照固定工資部分不算獎金繳納。很多企業對吧，你入職的時候給你簽的底薪就是6000或者5000，但是它有各種補貼是吧？
全勤獎，然後還有各種獎金提成，你一個月工資恐怕15000，但是人家是按照你基礎工資5000來交，但是這個在這個稅務局和人社那是不行的啊，必須按照15000這個來交啊。清華大學啊，一個專家叫吳斌珍告訴財新，他說他團隊啊，基於某發達省份社保行政數據比對企業財務數據研究啊，發現啊，2020年該省份參保人數占實際雇工的比重不到80%，也就是同樣一個企業還有20%的人還沒參保，而參保職工中按下限基數繳費的占40%，參保總工資占實際總工資比重不到80%，該合規比例已自2015年持續上升，但漏保與基數不實現象依然明顯。華研贊同企業應該社保合規，但也擔憂成本上升。其所屬公司的員工數量超過5000人。華研估算啊，如果要達到80%的夯實，這筆合規成本僅在今年就約1000萬元級別，進一步實繳後還會提高。那你這公司啊，一年多1000萬，這還第一步啊，第二步還多2000万。一年呢，公司還沒有確定方案，但可能會對管理層與普通員工降薪，甚至不排除裁員。你看，那企業那只能這麼幹啊，要不然他不賺錢，對不對？他又多了2000萬的開支，那你說他怎麼整？降薪裁員。喬峰所屬公司員工以營銷人員為主，就是銷售啊，每月收入差距較大，基礎工資較低，提成佔據大頭。他表示啊，員工普遍意識到個人收入部分社保扣款會增加，不願損失個人收入。你看啊，它是同步的啊，你企業不交，個人也得交啊。個人是交8%，企業交16%，就是你工資的啊。企業為你補繳1000塊，那意味着你個人還得再掏500，那相當於個人他是拿到手的錢又減少了。前述總部位於北京的企業集团被要求将公積金基數與社保基數匹配提高，為控制成本，你看啊，這家北京的公司就變相降薪了。怎麼變相呢？他為了控制成本，將公司啊公積金繳存比例，就是那個住房公積金呢，公積金繳存比例由7%下降到5%，從這兒扣一塊。即便這樣啊，每年人力成本仍然要增加幾百萬元，這個還沒降薪，對吧？沒把你工資降了。但是公積金這塊給你少了2%。前述成都財稅公司人員則提到，其經手的科技公司規模20人左右，之前基本都按最低基數繳費，其中技術崗位等工資較高，每月可達2萬元。即便如此，員工也不是很願意提高繳費，擔心會減少到手收入。你看，不光是企業為難，職工也不願意。有一些外包公司，不少勞動者直接地感受到企業成本已被轉嫁。何淼就職於某大型外包企業，在山東的一家分公司，7月接到社保基數夯實的通知後，公司立馬給出了2個方案：一是員工承擔此前1到5月公司需要補繳的全部社保以及公積金費用，公司要承擔的這些讓員工來承擔，這是第一個啊。第二個呢，重新入職省內跨市的另一家子公司，如果2項都不接受，就得退項坐班，每月支發4000元的基本工資。你看是不是就把成本轉移了？我就說了嘛，這個你社保你加大徵收啊，你合規，最終企業會把這成本轉嫁到職工身上。那有人就說，那怎麼辦呢？怎麼辦？那就是大頭多掏錢。面對這樣的選擇啊，那員工還有什麼辦法呢？只能選擇啊交啊。為了能工作，很少有人能抗衡的，他自己選擇了保留当前崗位，但要為公司補繳社保4500元，個人再補2000元。那4500本來是公司掏的，由你自己來承擔，然後这個個人還得相應的補繳啊2000塊。好，你把這個交完之後，後面公司他就按照稅務局要求合規了，你的工資也不降，這個還算是雙方對吧？公司承擔一點，你也承擔一點，就這個意思。他沒有把所有的成本都讓員工承擔呢。來自山東同一家公司的另一名員工接受了相同方案，他向財新補充說啊，公司被要求
將今年的社保基數夯實到上月平均工資的80%。為此，員工不僅要承擔1到5月所有補繳的費用，自6月以後的每月稅前工資也被下調了300元。邱薇就職於深圳一家規模幾百人的 IT 外包公司，也經歷了相似情況。公司此前都按當地最低基數繳納社保，即4775元每月，目前被要求在9月前調整為實際工資。他表示公司按年總包計算用人成本，不願多支付，就想轉嫁到員工身上，讓員工簽署降薪合同。例如以月薪稅前2萬元，此前繳納基數5000元估算，為了填補企業新增的社保費用，員工稅前降薪4000多。由於還要繳納社保個人部分，意味着到手工資會降低的更多。邱薇說其所在公司6月開始約談。據其了解，深圳許多外包公司在採取類似辦法。北京一家軟件外包公司員工告訴財新，公司已經以甲方要求的名義開始降薪。其估算稅前工資原先是1萬3一個月，預計在社保實繳後，到手將減少2000元每個月。當然了，作為員工很多員工他也知道這麼做最終獲益的是員工自己這個提高繳費有助於未來養老待遇。但是在員工看来他說這個不能讓員工承擔公司的成本，就公司該交的你公司交你公司該交的怎麼讓員工交呢？何淼表示我只希望公平一些，公司承擔的公司的，个人承担个人的。你看员工到這一步了，但是公司強勢那你不同意，那咱們就裁員唄，反正我要降成本。是不是問題就卡在這兒？你看員工現在抱怨公司說我有難處我這一個月再多交100萬，一年1000萬，那我這就不賺錢了，那你說怎麼辦？所以說對吧？如果你要繼續這麼搞下去，員工也不同意，那公司倒閉唄，公司倒閉，那不越來越多的崗位不就沒了嗎？崗位都沒了，你說誰還去交社保對吧？這不就惡性循環嗎？那應該怎麼辦呢？所以說大頭的讓利，說一千道一萬企業它一定會把它的成本要轉嫁的，開源節流，要麼就轉嫁成本，它是沒有辦法的事。因為現在很多企業本身就是微利，很多老闆呢，他本身就是苦苦在支撐，甚至有的企業還在賠錢，對吧？把前幾年賺的錢往裡倒貼，在這種情況下，你說讓他提高社保實繳率，那他肯定是要麼就關門，要麼就轉移成本。財經網這中間講了很多必要性，比如說根據人社部發布的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2024年、2025年全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餘7.07萬億、7.87萬億，這看上去還在增加，對不對？24年是7.07萬億，25年是7.87萬億，這是結餘這是社保基金的餘額不過財經網說了其中對於財政補貼的依賴程度不斷提高。為什麼會結餘會多是因為財政在補貼。財政部數據2024年全國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財政補貼同比增長8.74%，達到了1.49萬億，在基金總收入中佔比20%，也就是全國這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20%是財政補貼的。財政大頭掏的錢補進去，如果扣除財政補貼收入，職工養老保險基金當年收支就達到了負的7940億。什麼意思呢？2024年如果不是政府補貼20%，那社保的餘額就會縮小，因為發的多收的少。為什麼餘額還在增加呢？是因為財政部在補貼，這就是大頭在往裡補貼，這很多人聽不懂。如果沒有大頭補貼，那麼24年它的財政餘額縮水，至少還縮14%，就是基金的餘額，它不僅不增加，還縮，那就是咱們一看着那個養老金賬戶就是咱們的跟咱們每個人都有關係。那個養老金賬戶在縮水，那你說看着你不着急嗎？你總覺得我交的錢馬上沒了，對不對？餘額變成0了，那就沒了，沒了咱還指着什麼退休呢？
實際上它餘額在增長。為什麼增長？就是財政部補貼20%，大頭往裡補貼20%。做繳費基數被認為是充實社保基金、填補長期缺口的重要方式之一。但除此之外，有什麼辦法能夠兼顧社保制度可持續與企業減負？現在問題就來了嗎？員工他也不想收入下降，也就是說他不想企業你把成本转嫁我頭上。那企業說那我怎么辦呢？那就是企業说，对吧？税務局、人社部，你不要把这個成本轉嫁到我頭上，你轉嫁到我頭上，我就要轉嫁到職工頭上。所以這裡面就涉及到一個問題，大頭啊，你還怎麼兼顧一下企業？所以我的觀點啊，就是個人、企業、大頭都要不同程度的分擔一些，大頭要分擔多一些，個人分擔少一些，企業呢也要分擔一些。這樣才能合力，對吧？化解這個問題。因為社保這個繳費實繳，這個是必須的，對吧？長久來說是對個人有好處，對我們職工啊是有好處的。但是你這麼一搞的話，企業確實經營就更加困難。現在經濟形勢本來就不好，你給企業增加成本，那企業它就活不下去，對吧？這玩意兒還不能操之過急，不能拔苗助長，不能一刀切。那現在情況危機怎麼辦呢？那就是大頭你先墊，企業那邊慢慢來，給他，對吧？3年5年的，而也不能把他所有的費用都轉嫁到企業身上，企業只能承擔一小部分。我們再考慮了現在人工智能，对不对？發展提高生產力，那你說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它只能本能的減少用人，多用 AI。那企業本來這個企業它一共是300個崗位，它未來它只要200個了，對不對？我用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不用交社保，我省多少錢呢？那這樣的話，大家都這麼整的話，那崗位不就沒了嗎？那大量的人失業，更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他工作了沒有？他會交社保嗎？他更不會交，是吧？那這不就是惡性循環嗎？那怎麼辦呢？所以還要合理，對吧？你跟企業收，那也得合理，薅羊毛薅得太狠，那企業它只能想辦法裁員。財新以企業名義諮詢時了解到，有些地區今年繼續容許生產經營困難企業申請緩繳社保，它不是不繳，是緩繳。緩繳呢，就把成本往後放一放，讓企業渡過難關。渡過難關之後，你前面還得補起來，那實際上這也沒少，對吧？沒有降低它的實際成本。目前養老保險繳費比例，單位是16%，個人是8%；醫療保險繳費比例，單位是8%到10%，個人是2%；工傷保險繳費比例，單位是0.2%到2%；失業保險繳費比例為2%，個人是1%。所以這5項險種繳費額就是所謂的五險一金啊，這公積金還沒說啊，還不算住房公積金，五險這個就已經佔到職工工資的35%。所以我老說的吧，你拿1萬塊錢。公司實際上給你掏了14000，大概是這樣的吧，我算的不是特別準確啊。你1萬，你發到你手上恐怕也只有8000，對吧？你個人還要扣養老保險8%，醫療是2%，這就扣10%，你個人要扣掉11%吧，失業還扣1%，住房公積金如果有的話再扣，對吧？你給你發1萬，實際上你到手恐怕只有8000，再扣掉個人所得稅，但是企業給你掏了14000哦，所以這裡面你說問題在哪兒？專家說上述比例就是這個五險佔工資的比例，在主要經濟體中，就是什麼美國法國、德國對吧？歐盟或者是澳大利亞、中國、日本、韓國，對吧？主要經濟體中處於中等偏高位置，就是咱們還是稅負太重了，負擔偏重集中在養老，降費應當聚焦養老降費率。所以說，個人這個養老保險這個。看看怎麼把它降一降，比如說單位只交12%，個人交6%，對吧？往下降一降。最後我再說一下有很多人呢對社保这個還是有偏見，他的偏見來自於什麼呢？來自於他認為未來的10年這社保就沒了，大窟窿出來了，那你現在交了就白交了，到時候沒錢發。這個我是不厭其煩的說如果你要記住了2個前提條件，如果你不打算。對吧？不打算剃頭跑路，這是第一個條件。第二條件呢，就是你現在
不是說還只是解決溫飽，你吃飯問題已經解決了，那麼我告訴你，你就閉着眼交社保，必須要交，不要内耗，不要想这個想那個，不要被別人帶偏了。那有的人是別有用心，有的人是自己腦子不清醒啊，對吧？人云亦云，有的人是他別有用心。所以作為牛馬韭菜啊，如果那2個條件達到了，你就閉着眼交社保，這是恐怕是你唯一啊能跟胡一靜老師啊一起沾點光的一個項目，或者叫一個福利。而你自己不珍惜，那沒辦法，你聽這個扯那個扯，是吧？5年前我就說了，一定要交，閉着眼交。但是你說我現在吃飯的困難，我說吃了上一頓，下一頓我在哪我都不知道，那你就对吧？還是先解決温饱吧。社保的它的安全級別啊，是在存款之上的啊。有人說我存钱，我自己存錢，你這腦子是個豬腦子，你知道吧？我都不好意思說你，你要就蠢到你這地步的人不多啊。你想一想，如果社保都发不出來，你那個存款安全嗎？你這個什麼腦子長的？如果社保都发不出來，那你的手上的黃金安全嗎？我都說了，如果你要出國，那是另外一回事，另當別論啊。你說你現在到美國去了，到加拿大。那不要扯这個事了，你只要在對吧？你還在這生你養你的地方待着，那你社保是安全級別最高的，對吧？你說我要把錢放在床底下，你這腦子跟豬是一樣的，你社保都发不出來了，你錢放床底下有什麼用啊？黃金那個時候你要把黃金買賣那兒犯法，嚴重的逮住槍斃，對吧？輕的是把你沒收。所以說這個啊，看了我節目的啊，如果你沒打算潤，對吧？那你想辦法還要交。這是唯一的啊，不多的，是你還能占點便宜的，就是你想辦法爬上這艘大船，雖然你不在頭等艙是吧？你在普通艙，那你好歹上來這個船呢？你說我報個救生衣，我一個人在海裡漂着，我安全？你說你是什麼個腦子，是吧？基本上的腦子是已經停止了啊，是在處於萎縮狀態，不接受反駁啊。現在農村有很多人呢，人家過去抓住機會。把社保一交，現在1個月拿個1000塊退休金啊，沒交的就是拿140。你現在對吧？你只要堅持鍛鍊身體，你能多活10年啊！你就從現在開始活10年，你的過去交的錢就全部拿回來了。基本上啊，後面就是純粹是國家給你發占便宜，或者不能叫占便宜吧，就是確實對吧？是有好處的。有人說啊，那你現在交不行了。你現在交的是第1年，等到你交到20年，他或者交到30年退休，他窟窿有了。你老這麼想，你要老這麼想，你還對吧？你人活着肯定會死的，那你還活着幹什麼呢？最終是要死的，對不對？這就是內耗啊！你就是不停的在這內耗。所以我一直建議，對吧？你只要你不想出國，完了之後你手上有錢，你就無腦交，不要想，甚至都不要想說交多少合適，能按上限交就去按上限交。只要你手頭有錢，对吧？你有這個條件支撐你，交的越多，便宜就占的越多，對吧？就不要再聽那些別有用心的人，不要再聽那些285在那忽悠了。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